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灣仔298電腦資訊網嘅時事觀察節目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哋會講一個震撼香港地產界、餐飲界、投資界嘅故事。樂豐集團創辦人、楚鏈記老闆、80後女發展商周佩妍，昨日在住所內被發現燒炭身亡，終年43歲。一位曾經代表香港新一代輕資產發展商的女性就此離開。佢嘅人生係一條香港式傳奇，由公屋媒到百億級地產發展商，再成為輕資產模式代表人物，最後被高息週期擊倒。呢條片唔係八卦，唔係獵奇，而係想講清楚3件事：一，他為何走到這一步；二，輕資產模式如何在高息週期全面崩潰；三，香港中小型發展商的死亡螺旋究竟係點運作？喺開始之前，提提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哋灣仔298電腦資訊網嘅頻道，撳個 like、share 埋呢條片，仲有落下面留言同我哋互動，你就可以喺未來接收更多香港嘅社會熱話。第一章，公屋媒的逆襲。周佩妍 Carol 1982年出生，成長於基層家庭。她的父親是一名裝修判頭，亦會做小型化妝樓投資。靠手藝與經驗維持一家生計，生活唔算富裕，但有技能、有積蓄、有實戰知識，典型香港草根家庭。耳濡目染之下，周佩妍自細已經熟悉裝修、工程、舊樓買賣，對物業增值有基本概念。佢讀銘賢書院之後考入港大土木工程系，2004年畢業，再赴英國修讀金融碩士，學歷同實戰背景為佢之後嘅創業鋪好咗第一條路。返香港後，父親免息借出250萬俾佢創業，但條件非常清晰，4年內要原銀奉還，而且唔准做槓桿。佢用190萬買入銅鑼灣一個舊樓單位，親自監工翻新提升價值。3個月後，以300萬售出，成功賺到第一桶金。之後幾年間，佢持續翻新數十個物業，如期還清父親的250萬，仲喺零槓桿之下累積超過400萬盈利。呢段經歷唔係運氣，係真功夫。第二章，樂豐的崛起，輕資產模式的黃金年代。首先要再講多次，地產界的所謂輕資產模式定義係用別人的錢、銀行槓桿、專業服務費去做項目。2012年，佢創立樂豐集團，主攻一、工廈活化，二、市區重建，三、單棟樓項目。2016年至2021年係佢嘅黃金期，佢同外資基金合作，項目規模升到百億級。同時佢打造咗楚 X 記、安安燒等餐飲品牌，成為圈子樞紐。輕資產模式喺低息年代係完美嘅快速致富 formula。一、銀行肯借。二、投資者肯入錢。三、單棟樓賣得快。四、估值向上走。佢睇到我哋普通打工仔睇唔到嘅嘢，令佢係嗰個時代嘅 winner。第三章，致命一擊，3條資金鏈同時斷裂。美國加息週期開始於2022年3月，而喺2023年打後，香港就正式踏入高息年代，一直捱到2026年都未減息。呢幾年係創業者或供樓者最難捱嘅時期，所以近年一首爆紅的網絡歌曲《怎會有人知你的苦》，正正道出不少人嘅心聲。節錄副歌的歌詞，一路跌跌撞撞奔向遠方，不知前面是地獄還是天堂，賺了好多的委屈，不知對誰講，只能一杯苦酒敬過往。世人時常提起的烏托邦，能否解我的一生惆悵？恍然漂泊了半生，如大夢一場，徒留夜半淚兩行。而對周佩妍嚟講，所有輕資產模式嘅假設同一時間失效。一、銀行抽身導致 One Bedford Place 淪為銀主盤，東亞銀行接管佢嘅旗艦項目，呢唔止係財務問題，而係象徵性崩潰。二、投資者反彈，由支持者變成追訴者，追加資金要求，引爆信任危機，投資者開始質疑佢。三、現金流斷裂，高息令成本暴升，單棟樓去化慢，利息滾大，工程延誤。心理層面，
抑鬱症加完美人設壓力。佢患有抑鬱症多年，需要定期覆診，而佢嘅角色係一、創辦人，二、投資者代言人，三、餐飲圈 KOL，四、媒體焦點。呢啲角色全部都唔容許佢示弱，三條線一齊斷裂，對任何人都係致命。第四章，輕資產模式如何在高息週期崩潰。輕資產模式嘅本質係用投資者錢，用銀行槓桿效用速度換回報，用故事換資金。但高息一來，四個假設全部爆破：一、銀行唔肯借，導致成數下降，再導致要更多 equity。中小型發展商最怕銀行縮水。二、單重樓賣唔出，導致現金流回唔到頭，去化慢等於死亡。三、投資者唔再信你，導致信任崩潰。輕資產最怕嘅唔係銀行，而係投資者。四、外資基金唔會幫你兜底，外資只睇 IRR， 唔睇人情。所以輕資產唔係慢慢死，而係一下子斷裂。第五章，香港中小型發展商的死亡螺旋。呢件事唔只係一個人嘅悲劇，而係香港中小型發展商嘅集體命運。死亡螺旋有5圈，第一圈，利率上升導致成本暴增，建築、融資、持貨全部貴。第二圈，銷售放慢導致現金流斷裂，單重樓最怕去化慢。第三圈，投資者反彈導致信任崩潰， WhatsApp 由支持你變成追你數。第四圈，銀行收樓導致銀主盤標誌化，一旦有銀主盤，市場會用一個字形容你：爆煲。第五圈，個人與公司界線消失，中小型發展商等於個人品牌，項目失敗等於人生失敗。呢個階段最危險。結尾，周佩妍 Carol 的故事係一個時代轉折嘅縮影，佢嘅離世提醒咗我哋，高息年代舊有嘅成功模式已經唔再保證成功。Carol 嘅人生係一段典型香港式傳奇，由公屋妹走到8億級發展商，再被高息周期擊倒，成為輕資產模式最殘酷的示範。佢嘅離世係香港地產結構轉變嘅象徵，希望大家都能撐過這段艱難期。如果你想我哋再深入講香港地產未來5年會點走，香港電腦商場仲有冇下一個黃金年代？記得留言話我哋知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